美国对顶关税91个慢车执行期，伫咧7月初到期限特别到啊。美国的财政部长表示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协议打算会伫咧9月初真正完成。咱美国总统是表示，目前已经和4个国家达成贸易协议，说来1礼拜，其他国家的关税税率会来寄批通知。 美国总统川普对全球超过180个国家提出对顶关税做法，就算有90天的暂停实施的期限。不过，目前呢，真紧就要到预定期限7月初到。川普讲已经甲中国、英国达成协议，英国无多甲每一个国家拢讲好，所以讲伫未来1礼拜左右会寄批甲其他国家讲，伫美国做生意爱付偌侪钱。我们应该是有信心，不至于谈出一个。 对美国对日本或者韩国更差的这个关税了。经济部长葛智辉进行信心化话，也若看正4月时阵，川普所公布的对顶关税税率，分别对中国欧盟扣34%加20%关税，对日本甲韩国是24%加26%，也若台湾的税率是伫咧32%。学者认为讲，川普正积极扩大伊的贸易政策的工具，恐惊唔通伤乐观。 日本跟美国是有贸易协定，韩国跟美国是有自由贸易协定，基础本来就不一样。我觉得我们要仔细的，就是这个232条款调查这个半导体的领域。这个一旦如果公布的话，这个税率如果很高的话，那对台湾的杀伤力一定更胜于日韩。 美国4月初宣布对顶关税新政策了后，台美4月11进行视讯会议，5月初一伫华府举行头一轮实体参详。行政院经贸办李白讲，继续甲美方来参详甲沟通，双方伫互惠互利原则下慢慢来结合共识。不过现阶段有关无方便向外界加做说明。现在看起来，美国要求对红色供应链开始采取这个惩罚或者是压制，中国。 把它的产品因为关税的因素而外溢到台湾来，这外溢有2个，第一个可能来台湾洗产地，第二个呢可能走私进到我们台湾的市场，我们必须要防止。对着暂时停止关税期限，到底是延长还是缩短？川普无讲话讲死，也毋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是讲，加18个重要的贸易伙伴的谈判，有希望伫9月初进行完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